花市在地新闻，若讲到金门，都会想到两花相争的迄段岁月，尤其是823炮战，44天内有47万粒的炮弹一直弹金门，嘛意外促成金门做炮弹更多。这道师傅吴正栋60外岁，逐工还佫酒里的庄仔药边打造更多。即摆伊甲手艺交予后一代，要互少年人发挥创意。 专心伫切炮弹顶的钢片，炮弹更多，将要变成金门手工艺代名词。火车一入喷，嘛互人想起战火燎原的迄个年代。炮弹卖输落雨同款。民国47年823炮战，44天内有47万发的炮弹彰显二降。5家人无炮弹拍败，颠倒我靠伊拍命声。 第4代传人吴正栋60外岁啊，要你煮这个庄仔油，每一支菜刀拢要经过千锤百炼。要用心去感觉。你外表看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你如果超过的话它会溶掉。火这个讲，虽然即摆有机器斗3工，但过细节依然我靠老师傅确认才有准算。有没有很正？你看哦，拍铁就要趁烧爱慢慢啊卡，不过到底爱偌烧，才无标准的流程，拢靠经验。像这个刀口要稍微有一点弧度。一般人家在切菜的时候他会这边先磨死掉。即马伊嘛有带少年的一辈，将这个经验慢慢啊传承落去。虽然是传统工艺，不过老师傅无古板，就是讲即嘛爱听少年人的想法。 所以，像我们现在在教的下一代，常常我们会让他自己去创作，我不会去干预他，因为怎样？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视野、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要给他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框框里面。唔通当作讲干那卡的尔，内面拢是真功夫。打锻造机，它一定要平面的。一开始看他在打，好像摆平很简单，但是自己实际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自己就会突然偏高一点，就一直跳，很难跟他打那么实一样。 写纸真轻松，刀到底有来也无来，试过就知。一般我们那个镰刀要4槽，剪刀要4步，因为纸是软的，所以说你若不利的话它就歪掉了。武器变成灶开传家宝，和炮弹更多，见证烽火年代。